有网络出现，和实体店家愈来愈歹经营。伫高雄有一间要到30年的租册老店，宣布要做到这个月月底。业者也讲，这实体店面拼袂过网络，人客愈来愈少。这个消息一出来，真侪人客也人讲真唔甘。租册店外边的红布条写结束营业的大字，这间连锁租册店伫高雄唯一一间的店头开卖30档啊！头家即马是宣布做到7月底，消息传出来，就有人客专工来册店买货底。头家也感叹，过去租册店的人是吵，一天上无有100外几个人客，等到即马业绩，敢若剩一成。提速嘛是有伊存在的必要，因为网络世界有一寡较无温度啦。实体书讲实在，咱安尼册摕起来，摕伫手内，还有迄个看册感觉。很可惜呀、可是应该是像我们这个年代才会看呢、我小孩都没有在看。台湾租册店上请领时阵是伫2000年，在进步统计，迄当阵全台估计有4000间，即马剩无500间。为着生存，高雄由传统的租册店转型啊，全部改变新册，而且透过网络卖去国外。头家娘表示讲，因为即马网络的时代，电动游戏是比册搁较新式，加上囡仔少，侪家长会选择买册，租册店的光景无比较早好。这个册卖去国外，我卖到美国啊、马来西亚啦、泰国啦、新加坡啦、中国啦，我嘛卖足济啊。逐个月有固定的册量卖出去，销售量甲以前比起来，当然迄个营业额当然较袂遐好。但是会当生存。租册店的头家娘表示讲，虽望看册形态改变，毋过亲像政府推出的文化币政策就袂歹，吸引少年人来册店消费。业者毋望政府通重视册店的文化，莫互实体册店渐渐无去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